最近大课堂的新品忙得嗨得不得了，高主播想吃，我晚上去买。非常好，我肉没得什么吃的。我认真吃的肉没得一样。我有什么习惯，我买得来的不大。最近为活动，买10张肉馒头送2个新品。你帮我打打，如果称到10张哦。那一天，哎呀，买脱几盒馒头呀？现在？哎呀，有2、3千张馒头买脱的嘞，搬来不就搬，人多得嘞。那个是新品细瘦菌菇板，那个是鲜芹菜肉板，而且3糖3盐。新手冷上我在，帮我个新品各拿2张。那么现在你来赶活动，买10张送2张，2也买2张。买10张肉馒头。对。别，太多，你屋里向人3个，3毛多。高主播，馒头帮你忙走来着。哦，来着，17吧。4张10块。那个芹菜特别香。看看个娘阿豆，低糖低盐的版本。味道是淡肤色，健康养生，现在侪吃得健康。虽然是淡脂不少，不过味道还是不错。打开的馒头，打开的，你这个娘，弟弟那个啥个娘？金公娘，味道阿哈。